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2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02天，也是乌克兰进入库尔斯克第107天。俄乌双方目前在库尔斯克继续进行这个激烈的交火根据这个前线最新战报，双方继续在库尔斯克多个区域互有攻防。苏贾西北方向，双方在奥列霍夫森林区域、达利诺、朱卡拉夫卡、新伊万诺夫卡等区域有战斗。俄军战报说在达利诺区域击退乌军6次进攻，俄军则在马尔丁诺夫区域组织进攻。苏贾南侧的古耶沃地区，双方在森林区域展开特种作战。自从10月中旬这个俄军发动强烈的反攻集结了这个5万多名士兵想把乌军一鼓作气给赶出库尔斯克。现在已经40多天过去，俄军毫无进展，现在可以说相当被动现在对这个俄军来说真正的麻烦已经开始了不仅是乌军已经在用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在打击布良斯克这个军火库根据俄军的说法，今天在库尔斯克发现了风暴阴影的导弹的碎片，也就是法国的和英国的这个风暴阴影斯卡普导弹已经在俄罗斯领土上完成了首秀实现了零的突破。还有媒体说乌军用这个风暴阴影主要是打击库尔斯克俄军军事通讯中心。还有人说这个乌军用风暴阴影导弹袭击俄罗斯总统在库尔斯克地区设有地下指挥所的设施，这是防务快报报道的。而这个风暴阴影它那个450公斤的这个弹头就是专门为了摧毁这个地下堡垒。根据当地俄罗斯人拍的视频，在这个库尔斯克地区叫巴里亚廷斯基庄园，这个附近埋藏着一个指挥所，因为它和疗养院距离很近，可能是由一群俄罗斯军队指挥使用。说这里也是朝鲜军队在库尔斯克活动地区，说据称朝鲜的将军恐怕就在那附近办公。可见这个乌军下手够狠对吧？直接用这个风暴阴影导弹直接就冲着这个指挥中心去了。为什么说对俄军相当不利呢？一个就是美国已经同意了解禁了不仅陆军战术导弹，还有风暴阴影斯卡普导弹的这个可以用来打击俄罗斯腹地纵深的目标。这个荷兰说他们援助给乌克兰的 F-16战斗机是可以到俄罗斯领空作战。那如果这样的话，配上风暴阴影和斯卡普，那这个打击距离恐怕就不是300公里，这就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往前推进。当地时间19日根据美国媒体报道，2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反步兵地雷。这个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美国的总统拜登他下令禁止向乌克兰出口或者提供这种反步兵地雷。为什么？就是你看这个155毫米的炮弹、标枪导弹、毒刺这个导弹什么武器都能提供，为什么就这种反步兵地雷不能提供呢？这就说明这种反步兵地雷威力特别大，就是杀伤力，连那个钢雨对吧，这种武器都能提供，集束炸弹都能提供，唯独这种反步兵地雷不能提供。但是这一次拜登再一次解禁这个反步兵地雷又称防步兵地雷或杀伤人员地雷，是设计成在人员出现接近或接触时爆炸，而使1名以上人员丧失能力、受伤或死亡的地雷。该地雷存在安全隐患，更会对平民造成持久伤害。这种反步兵地雷它一个特点，它就是炸那个膝盖，就是步兵只要一触发接近甚至这个到那附近它就有可能被触发，完了之后它就炸那个腿部以下，腿断了。这个在战场上非常残忍，就把你腿炸断之后，你一个伤兵那得至少有2个人或者3个人去救援，这样就是对这个步兵的这个进攻造成很大的迟滞。它的设计就是如果炸死了，那剩下的战士对吧，那些士兵他会继续往前冲锋，他炸伤了，那你其他人就得派人去救护他。而且这种地雷可以用火箭弹还有其他的什么布雷车广泛布雷，这个就是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类似这种意思。当然了，也有媒体说这个地雷只能布设在乌克兰境内，就是你不能到俄罗斯境内去布。那这个地雷的作用是什么？说白了就是现在有这个地雷的帮助就可以阻止俄军这种人肉冲锋，这个就是帮助乌军防御。乌军也不打算，那就扔这种地雷防你这个俄军进攻所以说这个俄军士兵接下来就惨了，这个朝鲜的士兵为了不知道什么理由跑到乌克兰的打仗，结果腿没了。俄罗斯顿河畔的罗斯托夫那里的所有的医院叫人满为患，俄罗斯的伤兵就躺在走廊
兰的地上，病床根本就不够啊，说明这个俄军受伤的人非常多。这个乌军啊，继续用导弹打击这个别尔格莱德地区的俄军指挥所。当地时间11月20日，乌克兰国防部军事情报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北部集团军在别尔格莱德州古布金市的军事指挥所进行了打击。所以说啊，这个很多媒体说这个美国啊解禁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啊，只能用来打击库尔斯克，这显然是错误的。这乌军用它来到处打击，布良斯克、别尔格莱德哪儿都要打。所以说啊，完全有理由相信啊，这个乌军接下来很快恐怕就要打击这个克里米亚大桥。这个11月20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啊，他在发布会上啊说，普京早有指示，俄方全力保护包括克里米亚大桥在内的重要设施安全，因西方或用远程导弹攻击克赤海峡渡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迪波老人啊，现在胆战心惊啊，就在迎接那一天，也就是克里米亚大桥被摧毁的那一天。他知道啊，这个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他希望能够全力防住，但是啊，谈何容易？摧毁克里米亚大桥已经进入倒计时啊！现在有传言说，这个俄罗斯啊将使用一枚 RS-26洲际导弹，携带常规弹头打击基辅，作为乌克兰使用北约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本土的回应。所以最近啊，这2天，这个美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基辅的这个大使馆全部闭馆，就是临时关闭，因为他们得到情报啊，俄罗斯要用这个大杀器来炸基辅。这个 RS-26是俄罗斯的新型导弹，最近几年啊，成功的试射4次。这个导弹啊，它主要是在于变轨技术，就是飞行过程中它不停的变轨，那它不停的变轨，你就不太容易拦截它。这个导弹呢，射程6000公里，发射重量50吨，弹头重量1.2吨，这什么概念？所以说这是个大杀器啊！所以这个美西方为了安全起见，关闭了在基辅的这个使馆。但是我想啊，首先一个，这个是脱裤子放屁嘛？你搞个飞6000公里的这个导弹，那不是大射炮，就是高射炮打蚊子嘛，不是浪费嘛，对吧？你搞个1000公里的就够了，或者是对吧500公里，因为毕竟美西方的导弹它只能打300公里，对吧？这得费多少燃料，这就是浪费啊！这俄罗斯现在对吧，这个家底厚，越打越穷，家底都掏空了，你这玩意儿要打的话，打不起啊，能发射几枚呢，对吧？关键是这个是核武器的载具啊，这对俄罗斯来说是非常宝贵啊，打一枚少一枚。它本来它上面应该带核弹头，你把核弹头搬下去，搞个常规弹头，那不是浪费吗？杀鸡用宰牛刀，说明这个俄罗斯啊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疯了。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那玩意啊，只有4次成功啊，你能不能飞出那个你的发射井都是个问题。就上一次那个俄罗斯那个萨尔马特那个导弹，它不就在井里自爆了吗？对吧？直接把那个基地夷为平地，就是有个性，就是有脾气。所以说啊，你要搞个6000公里这么长这么远，你要在俄罗斯领空啊飞6000公里，万一掉下来怎么办？那不是砸着自己吗？这玩意都说不好啊。所以你不如搞到那边境，对吧？离着乌克兰近一点，对吧？这样有把握啊，那扔到乌克兰去。你飞6000公里，那你就得打得准啊，那就不容易击中目标，那到时候一偏飞到哪儿不知道。总之给我感觉啊，这个俄罗斯有点破罐子破摔啊，自暴自弃了，开始又要闹笑话。这个自从拜登对乌克兰的武器解禁之后啊，这乌克兰就是蹬鼻子上脸啊，已经连续3番5次的炸俄罗斯的领土，对吧？多次啊越过踩踏迪波老人画的红线，对吧？迪波老人紧急改了他的俄罗斯的什么核学说，然后那个5夫1娃呀，还1金，对吧？这个梅德韦杰夫、佩兹科夫、拉夫罗夫、扎哈罗娃，这个上蹿下跳，为这个核恐吓助威造势，吹捧这个普京啊英明神武，讹诈全世界。但是啊，你这个乌克兰已经啊多次踩踏了迪波老人画的红线，那迪波老人到现在还没有扔他的核武器啊，还在盘他的核按钮。五角大楼副发言人辛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五角大楼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俄罗斯准备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你说气人吧？这个癞蛤蟆它不咬人，它膈应人，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这就揭了啊迪波老人的老底，不敢用核武器啊。也是啊，如果迪波老人敢用核武器，他不能容忍乌克兰人呢占领库尔斯克。到现在迪波老人还说乌克兰人进入库尔斯克那叫恐怖行动，不叫军事行动，也不是侵略。也就是说通俗点啊，就是迪波老人主动的把他画的红线往后挪了，就是让你踩不着，想踩着迪波老人画的红线没那么容易。现在啊，关于这个特朗普一上台啊，这个乌克兰恐怕就要被迫和谈等等啊。
说法非常多，大家非常担心。那么这个泽连斯基在什么最高拉达这个会议上，他说啊，明年是决胜时刻，也是战胜俄罗斯，还是俄罗斯战胜乌克兰和欧洲以及世界上所有自由人的这个决胜时刻。大家看视频啊。Ми не торгуємо суверенітетом, безпекою чи майбутнім України. Ми не відмовимось від прав України на всю свою територію. Не дозволимо нікому використати нашу державу в чиїхось передвиборчих баталіях в Європі. За рахунок України виграти не вийде. Разом з Україною виграти можна. І тільки так. Стійкість цієї України нам потрібна. У вирішальні моменти, а вони будуть у наступному року, ми маємо не допустити, щоб хтось у світі засумнівався у стійкості всієї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І на цьому етапі війни вирішується, хто дотисне. Або ми ворога, або ворог нас, українців і європейців, і всіх в світі, хто хоче жити і жити вільно, і не підпорядковано якомусь одному диктатору. У захисті спільних позицій та захисті своїх цінностей. Наступного року Україна виробить як мінімум 30 тисяч далекобійних дронів. Я хочу подякувати всім нашим компаніям, державним і приватним. Дякую за це. Поставлене завдання зробити щонайменше 3 тисячі крилатих ракет і ракет-дронів. Так само, як і в цьому році. В наступному році ми повністю виконуємо цілі по виробництву і постачанню всіх інших типів дронів держави. 这个泽连斯基啊，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如果美国停止援助，乌克兰将会失败，但是乌克兰会战斗下去。乌克兰有产量，虽然这还不足以取得胜利。我认为啊，通过这3年，这个泽连斯基可以说是越来越成熟啊。你看啊，面对特朗普的不确定性，他也不能直接啊，对吧？就跟不划清界限，对吧？就去跟美国为敌，对吧？或者远离美国，对吧？人家说的比较委婉，就是美国你要不支持我就败了，所以说美国还得支持啊。但是同时也说啊，你要不支持我，我们就是败，我们也战斗到底，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这样反而是表现一个统帅他的这个心，对吧？既不能得罪特朗普，他总不能说，哎，没你美国支持我一样打赢，那特朗普正好了，不支持，这是你自己说的，对吧？没有美国你一样的，那为什么我要支持你呢？所以你看泽连斯基啊，这个姿态放得很低，没有你美国支持肯定输，但是同时我们要抗争到底。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国际援助啊。这个英国的前首相约翰逊呼吁向乌克兰提供5000亿美元的贷款，以结束战争，并且宣布乌克兰北约成员国的日期。这个约翰逊啊，果然啊，比那个蓬佩奥还激进啊，对吧？要给乌克兰提供5000亿美元的贷款来击败俄罗斯啊，然后还要明确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时间。你看，这都是跟地波老人反着来，都是要地波老人的命。这个每日快报啊，发表这个政治专家尼古拉斯·德拉蒙德，他的这个观点啊，他说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上任后，可能会秘密向乌克兰转让核武器，用来保证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军力平衡，以达成他的和平计划。据这个德拉蒙德说啊，这样的协议会以不为公众所知，却被精英们心照不宣的秘密方式达成。其迹象就是乌克兰政府不止一次的提及，他们能够迅速在1个月内拥有核武器，这个事情就更大了。也就是说，按照他的说法，那特朗普、拜登那要激进多了，这不是给什么其他的武器了，直接给核武器啊！当然了，咱们早就说过了啊，这个特朗普有不可预测性，也就是一切皆有可能。作为这个咱们对吧，站在正义一边的，支持乌克兰抗击侵略的人来说啊，应该是以底线思维为主。什么叫底线思维呢？也就是说，特朗普上台之后，他就不再援助乌克兰，这叫底线思维。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样，对吧？当然了，他说给核武器那更好啊，他提供更厉害
害的、打得更远的武器、杀伤性更大的武器，那不更好吗？提供更多的钱。底线说就是特朗普他不再支持援助。这个泽连斯基说啊，波兰总统杜达告诉他，波兰正准备提供第45次军援。说实话，这个3年里面啊，前2年这个波兰对乌克兰的援助啊，那是非常大的，各种坦克，还有飞机、大炮，估计还有什么油料，对吧？后勤不遗余力啊。但是后来由于这个两国之间也产生一些摩擦，关于什么农民问题啊，对吧？农产品问题等等，有将近1年时间，波兰已经没有给乌克兰更多的武器援助。但是这一次啊，现在波兰重启给乌克兰的武器援助，第45次军援，说明什么呢？实际上就说明了这个波兰人呢，他担心美国特朗普不再支持乌克兰，那他没有办法，他只有他自己顶上。这个波兰的外长啊，叫希克尔斯基说啊，如果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各大国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他补充说啊，欧洲必须承担更多安全责任。这个希克尔斯基还说啊，欧洲6国啊同意维持并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直到俄罗斯撤出乌克兰，并承担重建费用。这个丹麦的首相叫梅特弗雷德里克森表示啊，丹麦将为乌克兰军工综合体拨款超过1.3亿欧元。他们把这种合作叫丹麦模式 2.0 计划。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啊，这欧洲这些国家援助乌克兰，他都是拿着钱去采购武器，采购了武器之后，援助给乌克兰。但现在丹麦不是了，丹麦是给乌克兰的军工体啊，就乌克兰自己也有很多这个军工企业跟人合作的，开始生产炮弹、装甲车这些武器。丹麦是把钱直接给这些企业采购武器，然后再送给乌克兰。那这个对乌克兰的这军工体系啊，这个帮助就非常大。而且啊，这个丹麦要投资22亿欧元用来干这个事情，主要是用于快速发展包括海王星等导弹计划，以及能够精确打击敌方领土深处的战斗无人机。你看丹麦人这个援助在关键地，这个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根据介绍，作为精准打击武器的乌克兰海王星远程导弹已经成熟，其精准程度和射程绝不输任何现在北约同类型导弹。接下来乌克兰啊，在这个丹麦资金的援助之下，将进入生产快车道，以后丹麦就直接给钱让乌克兰自己生产海王星导弹以及远程无人机。还是丹麦人狠。这个丹麦的首相还表示啊，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 F-16战斗机的计划没有改变，该国已经交付6架，随后还将交付13架。那现在乌克兰的这个6架 F-16就是丹麦送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啊，今天晚些时候，白宫将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高达2.75亿美元的额外安全援助，实际上就是海马斯火箭弹、标枪导弹，还有一些这个爱国者防空武器啊。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的一揽子军事援助啊，又是炮弹和装甲车啊。我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国内啊，这个路透社引述啊5名了解克里姆林宫想法的知情人士透露说，俄国总统普京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乌克兰停火协议持开放态度，但排除做出任何重大领土让步的可能，并坚持要求基辅放弃加入北约的雄心。在谈及普京与川普斡旋的任何协议中会接受什么条件时，5名消息人士称，克里姆林宫大致同意冻结前线冲突。其中3名知情人士称，关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4个东部地区的确切瓜分可能存在谈判空间。2名消息人士称，俄罗斯也可能愿意从位于乌克兰北部和南部的哈尔科夫和尼古拉耶夫地区相对较小的领土上撤军，但拜登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制导弹袭击俄罗斯腹地，可能会使任何解决方案复杂化并推迟，称如果没有达成停火协议，俄罗斯将继续战斗。你说这叫什么话？这个啊，说明普京啊现在已经态度软化。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乌东4个州可以谈，从哪儿开始分？以前是不行的，乌东4个州是俄罗斯的新领土，你们得承认，现在变成可以谈。然后哈尔科夫啊，这个尼古拉耶夫这些地方占了一点点，那都可以还回去。但是泽连斯基说得很清楚，领土问题上不会让步。所以说啊，这普京说白了就是通过这个什么5名了解克里姆林宫想法的人士啊，往外放风，对吧？试探，我让点步，看看这个特朗普啊会不会接招，看看泽连斯基什么反应。当然了，这个俄罗斯人一方面啊把希望寄托在特朗普身上，这是他的大救星了，一方面也在不停的告诫自己啊，不能太指望特朗普。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啊，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第2个任期内受到的束缚将更少，但若是被他的对俄政策所迷惑，则是
政治短视，这个说明俄罗斯人也有所防备啊，知道特朗普是不可预测的，谨防特朗普的迷惑，别到时候特朗普给普京这个棺材板上钉上最长的一根钉啊！我记得2个月前啊，俄罗斯国内不是闹得沸沸扬扬，这个卡德罗夫啊和俄罗斯国家杜马的议员要互相暗杀嘛。那么最近啊，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啊，说前国家杜马代表被指认是暗杀卡德罗夫谣言的始作俑者，来自达杰斯坦的前国家杜马代表加基耶夫，这个人已经被认定成外国代理人了，也就是1450。这个加基耶夫啊，被其同乡指认为为车臣领导人拉赞姆·卡德罗夫暗杀谣言的始作俑者。卫星通讯社获得的这个叫什么马马迪比罗夫和施达多夫信息视频显示啊，他说加基耶夫向他们许诺每人250万美元，用于散布谣言。在该视频中，马马迪比罗夫和施达多夫指责加基耶夫诱骗他们散布关于卡德罗夫即将被暗杀的虚假信息。这个不知道真假啊，这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的。这个狗咬狗一贼毛是好东西啊，所以拉夫罗夫和这个前国家杜马代表互相攻击，互相造谣，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普京啊对俄罗斯国内的掌控力越来越弱。作为老大，下面的人打起来了，根本就没把老大当回事，那只能说明这个老大的这个权力、威望、控制呢都在下降。也就是说啊，再这么下去，俄罗斯国内恐怕就要失控啊！看看这个地波老人还能耍到什么时候？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